是陈淑君。新闻一开始来看，昨国内新增加一名患着武汉肺炎的本土病例，是甲之前患着的第322案哦，一名台师大学生宿舍共房间的同学。这个新增加的病例目前并无镜头，因为有接触才检验。另外，昨日路公布的一名本土病例是台北市一名酒店的查某公关，指挥中心昨日宣布讲，全国的酒店歌舞厅暂时停止营业。国内阁新增加一个武汉肺炎本土确诊病例，第380例，伊是进前台师大确诊的查甫大学生，第322例，住伫共宿舍的人，伊本身并无症状，毋过因为住伫共一个宿舍内底，确诊了后去互列做接触者。伫咧3月30开始进行居家隔离，4月7日由卫生单位安排采检了后，伫咧今仔日初到确诊。接触者的部分，我会都尽量宽列，但是都会做比如说自主健康管理，或是说有卫生单位去做一个关怀。指挥中心表示，这个群聚事件目前照后的接触者总共有448个人，而且采检24个人，目前还有3个人伫咧检验当中。到目前为止，国内确诊病例数量已经380人，5个人死亡。虽然国内死亡率甲其他国家比起来是较低，是0.132%，毋过这几天世界疫情也阁继续伫拖，状况是真严重。台湾无放零的本钱。换句话说，它等于是一个传播的范围已经超过在 SARS 的时候的200倍，那严重度造成死亡的也有100倍。另外一件当地疫情调查本土确诊个案第379例，外界传讲伊是台北市一个酒店的公关小姐，为着加强防疫，指挥中心宣布自即马开始，全台湾的酒店甲舞厅全面暂停营业，毋过夜店 KTV 也是会当营业，但是要保持社交距离。379案的。好，那目前来讲，其实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资讯的系统，那足迹是还蛮清楚的哈。那相关的框列，那当我们下去框列，如果有一些还是查不到的，我们也不排除来公布。若是高雄迄个到金巴的舞厅消费的对象，确诊了对1月底热日起负压隔离病房已经77天，因为几落个检验拢维持伫咧较足的阳性。指挥中心表示，这个对象体内病毒反应已经增加，不过也是无法度证实病毒无传染力，所以也是会维持3届采检阴性了后，才会当解除隔离出院。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有酒店的查某公关为着武汉肺炎，指挥中心昨是宣布讲，酒店歌舞厅马上停业，包括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高雄市甲台南市哦，昨后拢展开检查哦。大多数业者拢有配合，只剩员工的整理，因为烦恼讲业者会搁偷偷开门做生意。台北市副市长黄宣宣嘛特别交代警方爱定定调查。因往车甲人真侪进行，初到暗算是完全无同，因为台北市团聚酒店女公关确诊，指挥中心宣布酒店甲舞厅随停业。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暗时亲身带队去稽查酒店，到第2间有业者搁伫替停业做整理，嘛替员工讲委屈。他的生活这个赚钱的地方就在这边，但因为突然这样子，他们顿时重心嘛，难免他们恐慌嘛，哭啊，都是难免的啦。台北市目前有72间酒店甲10间舞厅，黄珊珊表示，若是业者照常营业，会以罚款5万到100万块，嘛且警方做好防护，爱不定期调查。对业者的定情，黄珊珊讲会向中央反映。那当然我们会跟中央反映这样的事实，因为这毕竟有很多也是台北市民嘛，我们会尽力我们的所能，希望大家都能够共度这个难关。确实都是关门营业。那新北市甲同市初到共款展开稽查，同时登记酒店甲舞厅拢总92间，先锁定桃园甲中立进行稽查。有酒店门口打广告，讲配合防疫，一天休困，嘛有酒店铁门摇落来一半，加上行政人员甲干部无人客。南北高雄赶快由副市长叶匡时带队稽查金巴黎舞厅等酒店。中央今天下午就宣布说不能开店了，你们怎么到现在还有？不是啊，那时候客人进来，我们就请客人陆陆续续出去，然后有一些员工要进来了，小姐领钱了，我们还要整理环境区域这样子。哎，没有营业了，没有营业，看政府规定了。业者解说已经无经验，毋过该清场舞厅内加村小姐伫排队领钱。带队业方时嘛表示，高雄22间营业登记的酒店甲舞厅，伊迄暗先挑查2间，若是佫有经验会先坑倒，毋过若是不爱听，就会开单到停业为止。那台南市是由市长黄伟哲带稽查小组去看这种营业场所敢有暂停停业。我们地方政府就第一时间要去执行这个中央的一个决定了。那至于其他的营业场所，包括
这个 pub， 或是包括小吃部，或是包括其他并不是合法营业或是地下的这种酒店啊，或者是舞厅，我们当然会依相关的法规去查查。 除了酒店，台中市嘛针对 KTV 进行签名制，保护消费者甲员工。台中部分4大酒店都无禁检，包括2间金鸡吧、海派甲紫冠，其他8大行业会当禁检，毋过爱签名制。若花莲某酒店配合政策，伫关门进前做最后消毒。若伫金门关19间酒店嘛全部关起来。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这几天，欧洲国家疫情有较减少的趋势。西班牙政府指出，当地疫情已经渐渐受到控制了，也毋过防疫嘛是袂当放零，宣布讲要延长紧急状态到4月底哦。英国首相 Johnson 病情嘛已经有转好，已经为加护病房转到普通病房了。Can I start with an update on the Prime Minister? He's still in intensive care, but he continues to make positive step forwards, and he's in good spirits. 英国外交大臣拉布，英国初稿做疫情简报时，先报告首相强生病况变好。在记者会了后无偌久，唐宁街就发表声明，已经为加护病房转登去普通病房，进行个真好。虽然英国疫情也无变好的现象，毋过一天增加800多人死亡，比前一天较少。目前累计65000外例，约8000个人死亡。 那东灾区西班牙总理桑杰士指出，疫情开始受到控制，嘛到高峰期，预计会开始减少。不过防疫还是袂当放轻松。西班牙初稿宣布延长经济状况15天，一直到4月26日。不过可能继续延长到5月份。但是部分针对商店限制13有可能放零。西班牙一天也是超过600个人死亡，总死亡人数超过15000人，超过15万人感染。疫情较稳定的德国，佮指出最近的感染人数是有防疫有一寡希望。Die neuesten Entwicklungen der Zahlen über die Ausbreitung des Virus geben Anlass zu vorsichtiger Hoffnung. 总理梅克尔指出，德国的确诊人数甲死亡人数显示感染率当地降低，不过嘛警告，过偌济前后疫情会转变。德国目前有超过11万人感染，2400多人死亡，5万多人好起来。今后转到全球上严重美国，纽州一天增加799个人死亡，连续3天创下新高。9/11 was so devastating, so tragic, and then in many ways. We lose so many more New Yorkers to this silent killer. 州长古莫讲，病毒亲像杀手，威力超过911。目前纽州有超过15万人确诊，累计7000多人死亡，死亡人数才会占全美国一半。政府已经请过侪殡葬业者来处理遗体。不过古莫嘛指出，加护病房的待人数一天加增加200例，自3月19以来上加，一般的待人数嘛降低，强调社交距离有效。 目前全美国确诊人数已经破45万，16000多人死亡。华盛顿在内14个州已经宣布停课到这个限期结束。另外，航空母舰罗斯福号有超过400人感染。5个大厦初稿讲，未来可能会有更加侪军舰爆发疫情。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全世界为着武汉肺炎的病例已经超过159万例，死亡人数超过95000个人。来看上新的统计。 中国的病例数有81000多例，台湾暂时新增加一例，目前有380例，香港有973例，日本是5000多例，南韩超过1万例，美国是目前全世界病例数上侪的国家，超过46万例，欧洲的意大利超过143000例，西班牙是超过153000例，德国跟法国拢超过11万例。 英国有66000多例，伊朗是超过66000多例。再来看，本来控制了袂歹的新加坡，伫过去一礼拜病例却增加6成，初八即天增加142个人创新高。另外，日本伫初八嘛增加上侪病例，有515个人，初九病例计共已经超过5000个人。最近新增加病例，日头增加，还佫有新加坡。 初到为止，确诊的病例是1623个人，其中超过800多人是过去一礼拜到今新增加的病例，加悬的幅度有6成。新增加的病例，佫是以外来移工占大多数，所以政府下令封锁外籍移工的宿舍，而且甲遮的移工隔离。不过有非政府组织认为，外籍移工宿舍的状况无好，佫甲人拢关做伙，可能会互疫情拖到袂收煞。
另外，金融时报的分析嘛讲，有一段时间有控制好调了后，佮另外增加真侪确诊的人数，可能会牵到新加坡全国恢复正常的市场，和这个亚洲金融中心面对困难的处境。记者综合报道。接来要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先来看《自由时报》。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指控台湾对于攻击跟藐视，引起台湾各界真侪批评。总统蔡英文嘛伫面册回应讲，伊嘛表达抗议。总统嘛邀请谭德赛来台湾访问，实际来感受长期伫国际防藐视跟孤立台湾是安怎拍拼行向世界的。再来看《澎哥日报》，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昨是宣布讲，全国的酒店、歌舞厅为昨开始无限期停业，其他的娱乐场所，亲像酒吧、跟夜店等等哦，会监控敢有社交距离、挂嘴暗。再来看《联合报》，嘴暗3点钟昨上路，有真侪药局门口哦排队是排甲路长，像屏东的山区、台东的偏乡都有排队的人潮。虽然这届囡仔嘴暗，一届会使买10片，也毋过药局提供的量是减少，真侪家长是走几间药局拢买袂到，是真怨叹哦。再来看目前台师界已经有2个学生防卫着，按照教育部的规定，必须爱全校停课。台师大嘛表示哦，为7日到17全面拢改用线上上课。另外，申请立学第2阶段的面试嘛要改为用书面来审查。武汉肺炎疫情伫学校继续跌拖，台师大证实学校内底出现第2个学生确诊，伊是甲3月31第1个个案住伫同一个宿舍的人，嘛是台湾头一间出现2例确诊个案的大学。我们发现疑似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就先把它移出寝室，就到校外去，做一个居家的。先做一个隔离的动作。3月30号，这位同学就已经居家隔离了。那往后34天是有在4月17号范围内的，所以我们是觉得，目前远距教学到4月17号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学校内底佫出现确诊病例，互台师大唔敢放零。除了伫咧清明连假已经全面大消毒，嘛照教育部规定，学校出现2个人确诊，就全面停课，啊毋过无停学。老师甲学生拄7日到17开始，改换实施远距离教学，实验活动嘛照常来办，避免群聚。28日了后，会佫看疫情的状况，决定讲敢是要维持远距离授课。若是4月中的申请入学第2阶段真试作业，嘛照教联会应变机制决定全面改做书面审查。差不多会有1800外报名考试的学生受到影响。全面改书审呢，当然它少掉一些面试的成分，但是联招会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那他已经做好最好的考量了，所以我想在目前的改变之下，应该是还是一个公平的制度。学校内底确诊人数增加，台师大紧急伫咧教学甲申请入学的作业来应变。若是附近的台大是紧急伫咧面册发表声明讲，已经向台师大摕到第2个确诊学生的接触者名单，而且会受到管制，暂时袂当入来台大学校内底。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天气哦，今仔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拢会出日头，只有东半部地区会落淡薄仔雨。来看上新的温度。今仔东北季风减弱，全台湾的温度拢会较烧热，嘛是侪云好天的天气。北部是24度到26度，中南部地区是26度到30度。也毋过你敢暝哦，温差是真大。也毋过明仔载天气都无共款哦，全台湾的水汽会增加，北部下晡有可能会落大雨，甚至有雷雨。气温嘛较凉冷哦。礼拜日强烈冷气团南下，温度是愈低，所以大家特别注意温度的变化。另外，今仔到明仔载，马祖、金门跟西半部地区会有蒙雾哦，嘛有空气污染哦。中南部甲外岛空气品质拢是感觉式的提醒哦，所以出门爱记得挂嘴暗。再来看屏东的小琉球哦，每一年拢有450万的游客。县政府是请专家来调查海波仔的生态，所发现讲游客去海边啊佚佗哦，影响到环境，造成生物是减少一半。县政府按说要规划专门的路线，嘛要来做管制，保护生态资源。海平世界拢是人，啊毋过水内底生物煞无济。中山大学海洋事务所研究团队用半年的时间记录小琉球海平的人潮甲生物密度的关系，发现2014年小琉球的观光人数达到40万人，了后这5年的时间，生物密度减8成。5年前少了
80%。我们当然因为做这种科学调查，有可能会有采样误差，而且就是只有半年的时间，所以我们觉得就算是把这个部分都考虑进去的话，至少也有少掉1半以上。毋但整体生物密度降低，学者嘛调查，伫咧政府所设的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的导览区内底，生物密度每平方公尺平均仅4.1只，区外所有6只至7.5只。看出来有人踏过所在，生物密度明显减少。学者根据2项观测结果，建议管护管理导览的做法。所以我们现在采用的方式就是以绳索拉出一个行走范围，那再搭配我们训练导览员，跟导览员告知以导览员带这个游客行走的方式。民宿的主人迎合游客，对不对？他可能会做出一些比较有破坏性的一个举动这样那我们是希望透过用考证照的方式，让这个素质可以提升。目前景观区虽望实施寒天休养禁止日期，不过因为开放的期间人也是伤济，学者建议还阁减少。不过人要减到偌济，才会当互生物密度逐年成长，阁需要继续调查。普里哥大平湾管理处表示，因为疫情的关系，小琉球今年前面廉价的旅游人潮已经减到应过的5成。学者认为讲人数减少，对海平的恢复会有一定的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际武汉肺炎疫情，法国伫七八通报的死亡病例有541个人，虽然讲有淡薄仔减少，也毋过法国政府嘛阁要延长封锁令，一寡地方政府嘛强制民众出门都爱挂喙罨。另外，伫奥地利的维也纳，传统的观光马车是无游客通坐，就改做替附近的民众来送一寡食的物件。法国七八通报境内病因新增加541个武汉肺炎死亡病例，甲过去几啊天比起来有较减轻的趋势，累计死亡人数已经10869个人，有113000个确诊。总统府表示，会第2届延长全国的封锁令，居家防疫措施嘛会延长实施到4月15以后。Tous ensemble, nous avons freiné, nous freinons et nous freinerons encore cette pandémie meurtrière. Le ralentissement observé depuis quelques jours est lié à votre bon respect du confinement. Soyons donc forts et patients. 巴黎禁止伫咧透早10点到暗时7点之间出门来做户外活动。不过行路面顶3不5时也会看到一寡人伫咧走标。目前中央政府也搁伫咧考虑，敢是要建议大家挂喙罨来防疫。布里格部分地方政府已经先开始，包括巴黎附近的小城、南部的坎城甲尼斯，拢宣布规定市民出门一定要强制挂喙罨，而且嘛有分喙罨予市民。Ça fait une semaine que je mets une écharpe devant mon nez parce que si je suis atteint du Covid-19 et qui n'est pas encore déclaré, ou connu ou identifié, je n'envoie pas mes postillons aux autres. C'est du bon sens. Et le maire a pris une excellente décision, il faut que la continuer. Il faut que tous les maires fassent la même chose. 另外一个国家荷兰七八累积2248件的死亡病例，总确诊人数超过2万人。政府甲厝边场顶顶的场地改换做免路车检测站，扩大检疫的能量。Wij testen vandaag hier nagenoeg 100 mensen. En eigenlijk blijven we dat iedere dag zo doen, ook aankomend weekend. En die mensen, als er een test is afgenomen, dan duurt het 24 tot 48 uur. De testen die moeten via een lab en de labresultaten zijn dan met 48 uur over het algemeen beschikbaar. 奥地利的封城令还未放凉，首都维也纳真有名的观光马车无游客通坐，转来提供餐饮外送的服务。替附近踮伫厝里的老大人来送买回的食食，外面真甘心，就若像是回去中国世纪，嘛替防疫工作尽一份心力。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拉丁美洲的疫情上严重的巴西，患者人数已经超过16000个人，嘛超过800个人死亡。巴西前总统就批评讲，现任的总统无才调，建议巴西的防疫物资应该向中国买唔通每一项拢是美国安怎做就对做。七八暗时，里约一个社区内底一直发出讲物件声音，各有民众在发休。一挂声音出现的时，电视顶观众在报上巴西总统波索纳洛的谈话。Sempre afirmei que tínhamos dois problemas a resolver: o vírus e o desemprego. Fruto de minha conversa direta com o primeiro-ministro da Índia, receberemos até sábado matéria-prima para continuarmos produzindo a hidroxicloroquina, de modo a podermos tratar pacientes da Covid-19, bem como malária, lúpus e artrite.
波索纳罗认为奎宁会当用伫上初阶段的治疗，伊即个意见甲美国总统川普同款。川普是头一个提出用抗马拉利亚药物奎宁，可能会当治疗新冠病毒疾病的总统。就算讲即马目前无证据显示奎宁有效，而且有可能会出现白暗、致死心脏方面的疾病等等的副作用。除了政府官员、地方首长对波索纳罗的防疫能力不满，前总统鲁拉嘛对伊真有意见。Ele é subserviente aos Estados Unidos e o Trump está dando uma banana para o Brasil, está dando uma banana para eles. Sabe? Então, é um governo que já deveria ter pegado o avião, ter ido para a China, conversado com o GP, falado é o seguinte, ó, o Brasil está querendo comprar tanto, sabe? 巴西一份民调显示，39%的民众无认同波索纳罗的防疫危机处理，比2礼拜进前加6个百分点。另外一份民调显示，42%的民众认为伊整体表现真歹。值得注意的是，巴西健康部长曼德塔直接批评波索纳罗的防疫措施应该积极。曼德塔支持度对21%上升到76%。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武汉伫七八解除封锁哦，这2天武汉嘛拢无新增加病例。也毋过，一本国际权威的医学期刊上新的研究是指出哦，因为中国开始复工，人来去哦，这嘛有可能会造成第2批的疫情。湖北当日无新增确诊病例，无新增和现有疑似病例。中国武汉封城76天，伫4月7日解封。卫健委也公布资讯，指出7日这一天，湖北省无新增加确诊个案，疫情看起来管控真好。不过，国际期刊《出国诊》刊出上新研究，指出中国进行的封城防疫，阻挡湖北以外第1波疫情。不过，目前也有境外输入风险。核出上早解除封关，各放松及时监控，可能会致使第2波疫情发生。滞留武汉的北京人员，返京前7日内需进行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的，可以购票；公路方式进京的，需持核酸检测证明。武汉解封有部分省份依然严格执行医学观察措施，尤其是今年5一连假有5天，40年来上长的假期，是不是应做好管控，成做关心的焦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伫7日政治局常规会指出，面对国际疫情甲世界经济形势，要做好准备。湖北甲武汉也要做好重症病例救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要加大力度。要坚持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加快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抓紧解决复工复产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要持续抓好首都疫情防控工作，各地要抓好无症状感染者精准防控。在中国定调疫情较平稳了后，展开医疗物资出口，一个分享抗疫经验甲研究，大动作进行防疫外交，是不是因为国际疫情走势带来重要影响，都要去观察。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连续2天拢批评讲，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对疫情的处理是真缓慢，嘛讲哦，无要继续提供互经费互 WHO。也毋过 WHO 的秘书长谭德赛是要求川普唔通政治化，甚至牵拖台湾，讲台湾伫过去的3个月拢散布一寡对伊藐视的言论，佮讲咱的外交部拢知影，嘛无处理。When, as community, people start to insult us, that's enough. That's enough. WHO 秘书长谭德赛在日内瓦时间7日用3分钟报关伊被种族歧视、人身攻击3个月，佮点名这攻击都是来自台湾。I don't care being called even Negro. I am. That's what came from some quarters. And if you want me to be specific, 3 months ago, this attack came from Taiwan. 谭德赛讲到台湾是意外插曲，因为记者问明明就是伊安怎看待外界对伊个人的批评，尤其川普直接讲伊偏心中国。结果伊回讲 WHO 无被保证的帅气，就讲到台湾，愈讲愈激动，甚至批评台湾外交部知情说无被插。Taiwan, the foreign minister also, they know the campaign. They didn't dissociate themselves. They even started criticizing me in the middle of all that insult and slur.
谭德赛强调，若是这攻击只针对伊个人，就算3年、30年、300年，伊拢应忍。不过，补助非洲的社群绝对袂当吞忍。即摆应该关心的是全球超过6万人感染新冠病毒死亡。WHO 只想要做对的代志，不过川普无安尼想。So when he says politicizing, he's politicizing. That shouldn't be. But when you talk about politics, I can't believe he's talking about politics when look at the relationship they have to China. 川普反击明明就是 WHO 宣告毒病毒袂当传人，佮反对美国对中国禁航，明显偏心中国无公平。佮指出美国当年赞助 WHO 的金额30亿美金，去年佮捐入的5亿美金是中国10倍，一定要好好调查 WHO 决定是毋是要中断援助。佮有请庞佩奥为讲话，表示 WHO 的表现确实不如预期，中国也应该互国内疫情公开透明。即嘛毋是替换谭德赛时机，联合国秘书长也表态。It's the Secretary General's belief that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must be supported as it is absolutely critical to the world's efforts to win the war against COVID-19. 联合国表示，即嘛毋是减少 WHO 经费的时阵，不过这小听是毋是消毒挂界不完也是未知数。CNN 就引用美国自由官员的讲法，指 WHO 部分问题就出自因的领导。记者综合报道。WHO 的秘书长谭德赛点名台湾，讲咱攻击藐视伊。外交部是讲这是无影的指控，要求谭德赛爱向咱台湾来道歉。总统蔡英文嘛伫面册发文讲，要邀请谭德赛来访问台湾，实际来感受台湾是安怎伫国际藐视，佮鼓励坚持行向世界的。但市长嘛讲浪费时间咧骂台湾，不如利用时间来向台湾学习。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炮火真猛伫 WHO 例行记者会，罕见的直接点名台湾，讲这3个月来遭到台湾人人身攻击甲种族歧视，外交部对此大力反击。不仅与事实不符，也对我国的政府跟人民造成严重的伤害，类此污蔑的行为极不负责。我国政府严正的要求谭赛德干事长应该要立刻更正他毫无根据的指控，立即澄清，并且向我国道歉。总统蔡英文也伫面册发文抗议，强调台湾当年被排除伫国际组织外，比啥人拢知影被歧视甲孤立的滋味。蔡英文更加邀请谭德赛访问台湾，感受台湾人民如何打拼伫遭受歧视甲孤立之中，坚持走向世界，贡献国际社会。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认为，谭德赛1月底要压大家莫限制甲中国的旅游甲贸易，好加在台湾无听进去，希望谭德赛加甲台湾学习。1月30号大家都听这个话，那我想很多国家都沦陷了。与其有时间来骂台湾不如花一点时间向台湾学习了。针对谭德赛的争议言论，几名美国国会议员也推文反击谭德赛，包括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霍利伫推特批评谭德赛甲中共同谋。落台前，美国不应该给 WHO 一分钱。莱特也推文表示，对 WHO 将台湾排除伫疫情的讨论之外，感觉可耻。外交部也宣布，各捐600万的税案予友邦甲欧洲地区。美国受创最严重的州，还有拉丁美洲跟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新南向政策目标国家共是600万片的医疗口罩。美国国务卿庞佩奥发文感谢台湾捐200万片的税案，认为台湾伫抗疫的透明度甲慷慨是世界典范。外交部启动第2波的国际援助，佮捐100万片的税案，予美国疫情特别严重的州支援第一线医护人员。记者综合报道。针对 WHO 秘书长指控台湾，中国冇回应，强调讲中国反对任何透过疫情政治化、泼污水的行为，冇批评台湾政府政治操作，要透过这届疫情想要争取独立。我们希望台湾当局不要把有关疫情政治化，不要进行政治操弄。中方将一如既往的坚定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工作，支持世卫组织在全球抗疫合作中继续发挥领导作用。
除了批评台湾对谭德赛做出的攻击跟藐视行为，中国嘛指出，疫情发生以来，台湾的民进党政府一直在插手台湾嘛要加入世卫组织。中国讲哦，台湾背后真正的目的是想要独立，中国是绝对反对。中国又搁讹了 WHO 伫谭德赛的领导表现了是真优秀，嘛讲哦，中国会继续来支持 WHO。继续再来看，总统蔡英文昨是去台南视察陆军的炮兵营，其中9位女性阿兵哥组成的自走炮班的表现是互总统真娱乐。另外，出访友邦的敦睦舰队嘛，伫昨转来到高雄的左营，蔡总统嘛到现场迎接。4台 M110A2 自走炮快速刷电动到位了后，镜头前的自走炮班是这届战备训练的上大重点。从炮手驾驶到弹药搬运兵，总共9个人拢是女性官兵。这项弹药步枪，一粒98公斤重的炮弹嘛可以袂倒。精准的炮操动作，互总统蔡英文是在陆军43炮兵指挥部的时阵，特别学了这寡女兵完全无输予男性。女性官士兵面对高强度的操演，以及98公斤重的炮弹，都能够面不改色扛起重任，投入了许多后备战力在防疫的工作，而同时国军应有的战训本务也没有丝毫的松懈。其实，在国军一般在太阳底下工作也是一样会晒到太阳，不会因为戴了口罩就有所减轻，也会有所增加。日头真炎，这项战备任务规个过程虽然过条条，女性官兵无法艰苦，敢若为着达成保家卫国的目标，蔡总统嘛发加彩金，而且保证会照顾国军。伫咧疫情的这个时阵，国军家己去防疫作战，战备训练无拍折。针对国防部长外电话捌讲过，国军超过18万人，逐工敢若分配17000外的出合。基层官兵是讲一礼拜3个有够。口罩依照国防部的申请的机制来做申请，那我们按规定来佩戴。甲船顶的官兵会手第一，蔡总统早起嘛去左营欢迎敦睦舰队一港。敦睦舰队第2路会出访各友邦进行军事交流，这届拄着疫情影响，敢若参访保留了就提早回来。目前官兵身体拢无状况，啊，毋过配合卫福部的要求，必须要留伫舰顶自主隔离，才会当落船。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因为武汉肺炎，行政议会昨早起是头一遍用视讯来开会，包括高雄市长韩国瑜、台南市长黄伟哲拢有参加哦。行政院的发言人是表示哦，因昨使用的软体是 Cisco 的，无出现安全的疑虑。第一次我们用视讯连线，那大家现在都在线上吧？也在哈。好，大家好。行政长苏贞昌伫镜头前向大家拍招呼，确认拢会当看到对方。找到行政议会头一摆使用视讯会议，以应以前大家伫电脑头前讨论，嘛因此是找到行政院开会的人，为75个人降做25个人。伫现场的每一个人嘛计1.5公尺。同时阵，行政院嘛透露讲，即届所使用的系统治安无问题。行政院从来没有采过 Zoom。那我们今天使用的是 Cisco 的系统，所以在这个我们也了解到，包括治安处也 review 过，那它在安全方面是没有疑虑的。那也为了确保视讯会议进行可以很安全，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在进行视讯会议的时候，我们是透过政府的 GSN 专属的网路进行视讯会议的资料的传输。早起的视讯会议，6都代表高雄市长韩国瑜、跟台南市长黄伟哲拢亲身参加。这样子我觉得也不错啊，反正这要适应科技的发展啊。只不过那个时候，如果院长在骂人的话，那感觉就是好像隔了一层。唔那是行政议会，总统府嘛有准备，初八头一届甲会议改做是视讯会议。总统府演练分组分区办公的配套措施，除了专案报告，还有一定爱到场的人，其他的人拢伫办公室电脑头前开会。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第172次服务会议。不宜变防疫，但是面对清明连假了后的防疫坎坷，苏贞昌形容这是第3波的挑战。刷来5月初1的连假，更加是真重要。紧接下来5·1连续假期，我们并没有要取消。苏贞昌呼吁大家配合相关的防疫规范，伊个坚定希望个人会当有正常的生活，但是防疫袂当拍折。记者综合报道。
目前外籍工来到台湾，爱先伫厝检疫14天哦，一天毛1000块的补助，也毋过有立委的指出，部分的中人甲头家毋若袂互伊讲这笔钱，甚至会阁要求因爱付一天2000块隔离的费用。另外，原本伫5月24要伫台北举办的开斋节，嘛确定要停办咯。团商卖来自菲律宾的水果、日常用品，也无被记伫防疫期间加倍催暗，提供予需要移工。3月17开始，移工入境台湾需要伫厝检疫14天。也毋过立委洪成汉指出，一天1000的防疫保障，资方甲中介无一定交予移工，甚至有中介要求移工爱家己负担一天2000的隔离住宿费用。这是直接在移工这个中介的脸书的页面上面看到，他其实是要移工负担1天2000元的这个隔离住宿费啦。劳动部长柯平川答应会加强管理，互移工了解自身的权益。有中介表示，隔离3天的费用一天1000，拢也无够，所以普通袂阁交予移工。我们现在算一算，你看1000块的住，然后你还要吃，大概要1500所以雇主还没有开始。用到你用就要付2万1耶，14天呐，不会到他们手里呀，因为一定是这边进来那边出去啦。或许我们要先垫，然后才申请进来啊。其实台北市劳动局就明定，资方袂当将检疫期间3天的费用为移工的薪水扣除，也袂当增加不明的扣款项目，那无可能会对资方违法，并且废止评估许可。防疫期间，北市观塘局宣布，今年原定的5月24举行的台北开斋节确定停办。因为我们开斋节举办以来，这几年每一次举办的现场，大概都会有上万名的这个民众参与。今年考量疫情的关系，停办1年。开斋节是穆斯林的传统节日，往年伫台湾的印尼节移工会伫台北车站广场欢庆。观塘局自2018年开始，该伫大安松林公园举行，人数规模过万。不过为了避免大规模的群聚，只会当取消。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台中东势乡的一个砖头哦。这个砖头虽然只有几百个人，大多数嘛拢已经是有岁的人，也毋过大家对公共事务拢真热心哦。砖头有一句话哦，是讲大家做伙来做船长，所以大细项代志大家拢会做伙参详，实际咧做参与式的民主，那么做伙来了解。在龙兴乡有一场参与式医生的讨论会。船长公布邀请村民做伙来讨论公共的事务。讨论会的现场，村民坐甲甜，大家做伙来讲庄仔内的环境卫生、水路甲老人的议题。这是台中东势乡的龙潭村，有一个特殊的口号，大家做伙做船长。船长引入参与式的民主，和村民做伙讨论，决定建设的方向。过去的迄种方式，就是顶悬啊，决定安怎进去安怎做，安怎做。所以这侪公园还是这些设施有很多是不符合民意的。协会的方式，然后民主的讨论出来的结果，无赶快的所在就是讲，村民他会更珍惜，而且他会更觉得说这个是他们要的。船长一开始要推测参与式的民主，伊就真骨力的走总，家户户去拜访。龙潭村的户口敢若354户，大多数的村民拢真有过啊。大家讨论了后，头一件要做的代志，就是老人共餐，就是大家做伙食饭，互更较侪人来参与社区的活动。当初可能也是我开始，我就讲互推动讲，啊无咱来用就70万块来分做4个礼拜，还是几礼拜后，啊来甲消化掉，啊来做老人共餐，互迄老人出来，因若愿意出来，阵当然是上好啊。啊，咱会做落去阵成果吼，袂歹。参与式的预算伫咧龙潭村推动了非常的成功，目前做是示范的社区，村民倾心来参与公共的事务，大家把庄仔内的代志当作是家己的代志，做伙徛出来斗相共，互龙潭村变做一个充满活力、会当永续发展的砖头。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到南分局旧办公厅哦，伫2009年创立为县定古迹，最近已经整修完成了，嘛开放参观。民众来到这会使看到1950年代的警察局是生得什么款。
玻璃橱窗顶悬有文字，小盖内底所展示加英国警察所穿的衫是安怎设计，也有伊的用途。另外一边也展示各种的手铐、警察的便当盒啊等等。这个吉行列做是原定古迹的云林岛南分局办公厅舍，前身是起伫咧1930年台南州岛六郡岛南警察官员的派出所，即阵经过修复，已经开放给民众参观。云林县呢，在2009年将这个地方定为限定的古迹，那同时也投入5000万来兴建五座这个建筑物哦。那现在大概整个兴建已经完成了哈，那硬体设备在结构上已经没有什么问题。现场除了有警察相关的物件、甲故事，上界使人注目的，也有这个起伫咧1950年的拘留所。为着结合历史甲艺文，云林县政府也甲国宝级毛笔家陈岳山老师的作品放伫咧场馆内面，希望增加当地的人文素养。是这整个场域里面5个空间里面呢，我们希望整个配置就是说会有文创这个文创的一个基地的概念。那另外当然就是说它也会有就是结合产业的部分。岛南分局办公厅舍表示，一直到4月中，逐礼拜六、拜日拢有提供导览服务，希望甲云林县警察办公厅舍上界大、上界完整的这个建物小介互更较侪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南的下营有一个真特别的水果蛋哦，是一个农民用货柜来卖伊种出来的水果。这个水果蛋无人的顾店，家己买家己算钱哦。水果嘛定定拢卖了了，所以有人是讲哦，这是一打良心的水果蛋。到底头家是安怎想的？咱们来听看卖。台南柳营外宽道路双英桥边有一个大货柜，内底菜架啊有放木瓜、金蕉，搁有一寡林松果。不过说无人在顾店，其实这是心动林伫咧去年11月开的良心水果蛋。从家己摕家己落钱哦，其实是无咧计较讲会当收偌济啦。嘿，我这是要吸引人哦，伊就来遮摕，伊来摕，比如讲摕比伊一般去市场买较俗，伊每一工有来摕伊啊，感觉足欢喜的，有一点点小确幸。心动林讲，这寡果子菜色拢是伊用自然干发种的，逐工摕来遮卖。就是希望会使增加农产品的销路。拄开始只是试验尔，不过即阵已经累积袂少市中的人客，而且真侪人客佫会用簿仔注文要伫啥物。这顶面的记录就是人客来良心水果蛋交关上好的证明。大家每一工也是厝里若有种有重的物件，无用啊济，会当摕来遮吼，大家分享，啊就是摕来以物。心动林强调。伊的目的毋是为着要趁钱，只是希望带动风气，吸引其他的小农同齐来遮做生意，上好会使变成假日的小农市啊，互愈侪消费者会使直接甲农民买农特产。记综合报道。针对5月7日的动节的连续假期，已经指挥中心拍算讲要用停车场会使停偌济台车来做人数的管制哦。夜市啊嘛来管制，只开放一个出入口。真侪业者是表示讲一定会配合，也毋过嘛是有人烦恼讲，安尼敢会当作是疫区咧。餐车杀出去进前先详细消毒，然后给夜市的单位准备要做生意。为着防疫，然后给夜市的主题会这礼拜开始，会当互单位一边买6片水烟。就算防疫高规格，人嘛是一直减少。连续假期的人比过去拜6礼拜较少。政府也不用担心这个夜市的时候人潮过多、拥挤的现象了，应该是不会有这个问题的。但是没关系啦，时好时坏嘛，坏的时候大家共体时艰。针对政府计划夜市用高一个出入口管制，团商表示一定配合防疫，但是夜市的行仔济还佫需要经风到3天才有可能落实。另外，嘛有风景区提早部署，东海华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宣布，对今麦开始减少一半的车位。台东林管处嘛管制伫本森林游乐园，一天敢若开放1000人入场。原先是3000人，那我们降为1/3。不过人数若超过，要安怎即时引导游客离开，还佫需要相关配套。前一波清明连假就互发警告信息的台南好头边，园方就认为讲，其实园区有100公顷，停车场停满一半嘛，敢若1600人，这款管制亲像伤过严格。那其实用拥挤度来看，应该是用面积来这样的核算可能会比较符合实际。它有这个路口，有另外那边的路口，然后以中心林场那边来讲，它有多个路口，你用停车场来管制，应该是效率不高了。
面对防疫甲经济，业者进退两难，配合管制，各间游客搁较少，甚至有业者互问讲，清明连假互发警告的景点，敢是着等同疫区？业者无奈嘛，希望外界对这个景点莫有无好的印象。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昨下晡公布4级二专统测各中会考，考试拢爱挂喙暗，嘛无开放家长陪考。教育部指出会提供喙暗，予所有考生考试日一天一片。各中会考有20万9千人报考，4级二专统测要超过10万人报名，避免可能群聚感染风险。教育部宣布，参加2个大型考试的考生加监视人员，拢全部爱挂喙暗。由教育部提供口罩给所有的考生，考试日每天一片，并且由学校或者是事务单位先行配发给考生。当考生进入考场以及试场时，应佩戴口罩。由政府来提拨哈，所以我们并没有说有所谓的这个补领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由教育部提供告事先发给考生，现场无补领袂当进场。因讲是这个考到0分，毋过若是临时买其他形式的喙暗，全程脑挂就用入去考试。进入考场进行按量体温管制动作，而且无开放备考。考生所在的不同的市场。然后我们会划分不同的家长等待的位置，然后同时有动线指引，以确保那个散场的时候不要全部都挤在校门口。若是到时阵有考生居家隔离或者是检疫当中，教育部要初步规划补考一期。4级二专统测是5月23到24，各中会考是5月30到31。所以他第2天如果已经确定被隔离了，请他不要来参加考试，但是在补考的时候，他可以去参加补考的第2天的考试。那因为这2套题本都是难易度相同的平行题本，所以对于他的考试权益是不会受到影响的。教育部指出，大港甲指挥中心对名单确认深受考生隔离或者是检疫，目前还有13个国3生留伫中国，若是未赴参加原本的考试，也应参加后边的补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推出青人防疫就业方案，有上千人申请最后是录取将近300个人，早嘛开始上班咯。另外，劳动部佮真侪县政府嘛拢有推出相关的就业方案，咱做伙来了解。请假准备投入新的工课，台北市青人防疫就业方案，就连续有机关办理教育训练，互劳工赶紧熟手因工课的重点。那需要就是量测体温，然后就是对酒精手部这边做消毒这样子。之前是从事旅游业的，那因为我们也是因为防疫工作，所以说闲置在家，那就想说，抱着来参与的心态。陈先生本来伫咧旅行业做领队，因为疫情的冲击，生活受到影响。根据劳动局的统计，这个方案目前有1055个人申请，其中285个人通过面试会当去上班。像以我们劳动局来讲，我们还有因为有一些申请无薪假的这些企业啦，或者是说申请大解的这些的程序，这些需要的行政人力呢，也都会投入。民众面试工作了后，会采用基本工资1点钟158块，上长做6个月，开放予户口伫咧台北市4个月以上失业的民众来申请。目前包括体育局、甲环保局等等的单位，拢也有课。咱若配合劳动部的安心即时上岗计划训练官，目前嘛也有课，提供予非典型在职的人，1个月80点钟，上悬12640块的补贴。整体的计划按算会伫4月中来实施。咱有共同来盘点一寡就业机会，总共有473个。伫防疫期间，袂少行业的劳工拢受到冲击。中央甲地方政府小连续推出就业相关的计划，希望伫咧加强防疫的时阵，嘛会当提供劳工部分的收入甲补贴。记者综合报道。后尾因为武汉肺炎病人上过侪防护甲医疗设备拢无够，真侪企业嘛拢投入生产。咱来看西班牙一间真出名的鞋工厂就改落去做喙暗。另外，真侪间大车厂嘛开始生产呼吸器、3D 列印变成是上好用的工具。唔通看无这小小呼吸装置，这是有名的车厂本子，甲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联手研发的产品，叫做连续正压呼吸机，简单叫做 CPAP， 应帮助肺部严重受感染的患者顺利喘气，避免使用需要插入牙喉，或者是其他会流空气的人工呼吸机。I
sincerely think it may actually save many lives by preventing patients from needing to go onto a ventilator and again saving that vital resource for the very, very severely ill. 另外，7間駐英國 F1 賽車團隊也合作開發因快速生產呼吸器技術，利用 F1 核心機能，包括快速設計、測試甲免疫組裝，也準備為其他領域提供資源。疫情同款嚴重美國，福特汽車甲慈禧醫療設備團隊也開始合作生產呼吸器，目標是100天內生產5萬台。電動車大廠特斯拉這禮拜也宣布，馬上提供並以政府核准的呼吸器。除了汽車產業專利幫助以外，國內確診數升懸的以色列將原本生產飛彈工廠改做生產呼吸器，目前已經生產30台，未來不止提供國內使用，也準備外銷給其他國家。在疫情嚴重的西班牙，有名牙廠卡拉漢將原本的生產線改為專利導入製造喙罨，同時也利用 3D 列印技術製造醫療人員所用的目睭防護帶，或者是用看規面的防護設備。Es un primer paso con una protección muy limitada, pero que nos llevará a un siguiente paso que estará mejorado. 也有真濟間 3D 列印工廠也攏開始生產防護裝備，提供給各個醫療人員使用。在疫情拖甲真嚴重的時陣，民眾愛心也為這場抗疫戰爭注入力量甲溫暖。記者綜合報道。全球有一半的人口目前拢伫厝防疫，所以真侪都市是拢变甲真稀微，游民的生活嘛真歹過，所以有人是煩惱講游民的日子會過袂落去哦，嘛有可能會成為防疫的空棚。歐洲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疫情中心意大利嚴格封鎖措施，讓幾落千個伫街頭求生存的街友處境變甲更加困難，商店全攏關起來。因無道入去咖啡廳、購物中心閉關，或者是去便所，嘛無過路人會付因錢。梵蒂岡的聖伯多祿廣場，真懸暗暝會當看到街友都走佇個邊，但這場危機會當趕緊過去。那不勒斯天主教會修士3月27日開門向街友發送食米，有幾落百人排隊免領，先有警察佇現場監督，啊毋過隊伍內底的人大部分無遵守上無1公尺的社交距離。咁賣講有看喙罨來防護。總人口差不多890萬人的倫敦，2018年到2019年的統計，講街友的數量差不多9000人。首相強生下令居家隔離了後，聖馬丁大教堂、普羅市場這人較濟所在，即馬大部分敢看到街友。Everybody is very scared. Everybody doesn't want to help. Everybody is chaos. Is chaos. The big challenge for us in those circumstances would be even more people going off sick and even more ships needing to be filled, and the constant racking up and the challenge of supporting our vulnerable customers, more of whom would be going into self-isolation. You can just imagine the multiple challenges that would present. 為了避免街友變做人道甲防疫空棚，倫敦市長卡恩3月21宣布，將7月2間酒席飯店300個的房間包落來，在未來12禮拜提供給街友做自我隔離的所在。安那法國嘛用同款措施，甲全國各地抗疫建築摕來做自我隔離中心，將新冠病毒盡頭較輕，無需要帶院的街友會當入去帶。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這個保潔使用倉庫，在無國界醫生甲其他非政府組織合作之下，會變做上少會當入去56個人，隨後時可能增加到100個病床的街友收容甲醫療中心。記者綜合報道。今仔全台灣攏是一份好天的天氣哦，也毋過明仔載水氣增加，北部的部有可能會落大雨，甚至會落雷雨。做回來看今仔各地詳細天氣資料。北部地區上低16度，上懸29度；中部地區上低17度，上懸28度；南部地區上低20度，上懸30度；東部地區上低18度，上懸26度。
外岛地区上低14度，上悬25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司第2台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